陈廷辉表示，当年成立飞飞铁马队的用意，是希望将台南37区对着公投4个无同意的选票吹出来，达到南票北部的结果。因此，在国家重要时刻，飞飞铁马队也无缺席，将以骑行宣讲方式，真正罢免哪位的城市来应援。过去我们就是支持谁不支持谁，然后有我们的候选人，但是这一次是没有的，他只有同意罢免跟不同意罢免。我们必须把这样的声音跟每一个选民告知，毕竟跟他们过去的选举方式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必须跟大家讲说，我们要出来投同意罢免，7月26号要出来这个投下同意罢免。陈廷辉强调，结合众人的力量，霸团、明代、东部等无同的方式，分进合集，将罢免变成一场社会运动。我们这一次，我们用分进合集的力量，我们知道我们要靠个人的力量，而且每一个人的力量，每一个霸团的力量，每一个明代的力量，跟党部的力量，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用自己不一样的方式，包括站路口，包括菜市场，包括我们用齐宣的方式，甚至是很多人用宣讲的方式，各种方式就是要把它变成是一个社会运动。这个社会运动非常重要，你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是一个民主的力量、社会的力量，你无法吹票出来，感受度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飞飞铁马，我们会走进我们的霸区，我们要挺进我们的霸区。所以我们在7月5号我们要在台北，7月6号要在新北，7月12跟7月13我们会在台东花莲，我们7月19会在云林，7月20会在台中去做什么工作？陈廷辉也呼吁，这次罢免案数量庞大，差不多等于一次大选，也因此必须要有足够能力甲力量，创造社会团结投票动能。不论为菜市啊、路口、街道，各是选举活动，每一个人尽家己的力量来吹票，呼吁选民做伙站出来投下同意罢免的选票。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。